一大樽嘅柚子蜜唔係淨係得加水沖呢一個飲法，其實仲有好多隱藏食譜。今集就嚟咗一杯好啱而家天氣嘅夏日特飲——柚香氣泡冰美式。柚子蜜嘅酸甜，七喜嘅清爽氣泡，親想提神嘅咖啡，估唔到咁夾，真係好好飲。我買嘅呢一樽足足有1kg，夠用超耐。想知道柚子蜜仲可以整啲咩特飲美食？記得訂閱懶人廚房，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最新嘅影片啦。咁我哋就開始整。我用嘅就係最普通嘅即溶咖啡粉，喺杯度落2g 嘅咖啡粉，大約係1大茶匙。中意濃啲、淡啲，完全隨你個人喜好。倒50ml嘅熱水撈勻佢，放埋一邊備用。跟住準備個靚靚杯，呢個容量呢係350ml嘅。喺杯度放入2湯匙嘅柚子蜜，6粒冰，倒入200ml雪凍咗嘅七喜。如果唔飲咖啡或者係整俾小朋友飲，停喺呢一步。就一杯柚子蜜梳打，酸酸甜甜，非常解渴。OK， 要落咖啡嘅話呢，先放飲管，最後沿住冰塊將頭先沖嘅咖啡倒埋入去，就會有超好睇嘅分層。完成，想靚啲仲可以用檸檬裝飾添，而家賣相都幾靚啊！其實我自己都唔係每次都會量到咁準，大概憑感覺就得。用錯率極高嘅一款飲品，幾乎點樣整都好飲。喺咁熱嘅天氣一定要試整下。多謝你睇到呢度啊！相信你都係中意消暑解渴、清爽嘅咖啡特飲。咁我再介紹3款同樣都係冰冰涼涼、酸酸甜甜嘅咖啡做法，全部都係非常之簡單，但係又好正㗎。先嚟都係用咗七喜嘅偽鹹檸七咖啡，唔試過唔知，一片檸檬加啲鹽襯上咖啡，竟然會咁有驚喜。喺細杯度落2g嘅咖啡粉，同埋50ml嘅熱水撈勻，準備1個大杯，容量係500ml嘅。加入6粒冰，1/10茶匙鹽，1片檸檬，同埋300ml雪凍咗嘅七喜。跟住將咖啡液倒入個杯裏面，就有好靚嘅分層啦。鹹檸七係香港特色經典飲品之一，需要用醃製過嘅檸檬嚟整。今次係簡化版，而且加上美式咖啡，清爽酸甜提神，真係十分好飲。跟住用咗華妹嘅冷泡華妹冰美式，聽講呢一款係好多咖啡店嘅人氣飲品，酸中帶鹹，風味好特別，的確飲落係好過癮。需要1個樽，放入2粒嘅華妹，倒入150ml嘅室溫食水，冚好個蓋，放入雪櫃。要煮1晚，冷泡華妹水就整好啦。跟住準備1個杯，容量係350ml嘅，放入6粒嘅冰，再將華妹水倒入去，喺個杯仔度加入2g嘅即溶咖啡粉，倒入50ml嘅熱水，撈勻佢，慢慢倒入個杯裏面。就完成啦！超級開胃清爽嘅冰美式，華妹味酸酸甜甜，就算用啲冇咁高級嘅咖啡粉呢，都可以冚咗佢嘅苦澀味。
變成一杯非常好飲嘅特飲。最後壓軸登場嘅呢係橙絲美式咖啡，前排喺大陸好 hit 㗎，評價就好兩極，中意嘅超中意，唔中意嘅覺得好怪。我屬於覺得好飲嘅嗰一批，係一個唔錯嘅飲法。將2 gram 嘅無糖即溶咖啡粉加喺杯度，一樣倒入50ml 熱水撈勻佢。我沖親咖啡呢都好中意用呢個比例。準備一個杯，容量係350ml，加入6粒嘅冰，倒入200ml 嘅橙汁，最後再倒咖啡，又完成啦！因為用咗現成嘅橙汁啦，所以係組裝就完成嘅極簡易飲品。根據用唔同嘅橙汁，味道、甜度都會唔一樣。如果需要落糖嘅話，可以加喺頭先嘅熱水裏面，係幾開胃、幾特別㗎。唔知你鍾意今集嘅邊款咖啡特飲呢？記得留言話畀我知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。